位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7月28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干。新闻一开始，先来看红河风台离开，即马金门机场小三通是有大量的旅客等要转来台湾，有的人是已经等3-4天啊。张国军是赶紧支援，先派军机去载，目前是要900人在机场等包围。候补的机位直等袂到，有旅客正恶杂开始咧骂人啊！受到红河风台的影响，今日小三通7月25规工拢停驶，7月26恢复运作。虽然长江金门来回台湾的航班有依期正常，也毋过大量原地规划坐金门班机转来台湾的中转客，因为无通坐船，搁搬飞行机，过长江到金门了后，搁拄到机房拢客满，连续2天留伫金门机场等候补。7月26现场候补的人差不多600个，有人甚至表示已经等3-4天去啊。已经来等今天第4个晚上了，到9点说没有指挥机，又叫我们去住旅馆，然后我们去旅馆门又关起来，我们又没办法进去睡觉了，都住在外面那个条啊那边，睡在那边。旅客反映，金门办演台湾旅客来回中国的中转点，也毋过禁团令所予这个角色压力愈来愈大。原地台金之间空中交通的功能受到压缩。那金门在地的民众，真侪台湾本岛去到金门上班的人，也常常订袂到机位。金门航空站启动4计划，也就是军机疏运，希望会当消透候补的人客。昨晚说今天7点多会讲，再来10点多，再来要2点多，现在又要等。我们的申请的加班机，国安部那边核定的，现在是屏东的天气允不允许它起飞？如果它只要能够起飞，我们就马上作业。国军派3架次的军机，金门、北台北2帮，高雄1帮协助疏运，载210个旅客返来台湾。也毋过到7月27暗时，也有数百个人等待疏运。金门航空站大文表示，因为受到影响的旅客有较侪，现场会继续登记候补，线顶登记的人也着伫期限进前汇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联油问题油的风波，即马第3方的调查结果，卫生部是表示讲，大部分是业者的内部管理出问题，包括原料管理、制停的管制、加检验监测，拢有疏失才会造成。问题油探烧全台湾针对中联油脂的疏失。卫生部照是按照相关规定，累计裁罚1亿7千多万。嘛自7月1日启动第3方独立调查，结果第27出来。卫生部指出，业者原料有用到巴西黄豆，较高因为热损伤臭灰达产成本变比，但是业者的验收基准却根据采购合约，甲热损粒的比率对0.5%绑定到5%，而且无建日本变比的监测措施，加上在脱色的阶段白土参不够，种种原因致书本变比超标。白土它是吸，让它颜色能够比较。偏向是透明的，那这个颜色透明的过程中，其实它同时呢吸附的扁平皮 BAP 的比例加得多，它就吸的可以更多，所以它加的又不符合它原来的添加的比例。调查结果指出，中联油脂按多数是业者内部的管理失当。调查小组嘛建议未来要强化法律规范，加强源头制停、甲品质管理含外部稽查等等来监督业者。嘛有学者建议制停会当加入活性炭来消毒高成的苯变比。中联它使用的那个白土脱色剂，其实能够去除 BAP 的量其实是不多了。国际上研究报告是认为说，那个活性炭对于去除 BAP 的效率非常好，大概可以去除到90%。有关中联油脂当时会当恢复生产，卫生部表示，业者依法要提出复工计划，经过主管机关核准了后，才会当复工。重新复工，它必须要提具复工计划，由它的所辖主管机关，也就是台中市政府核定之后，它才能够复工。那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会把这一份的报告，那么整个调查的结果跟改善的建议给这个中联油脂，同时也会给台中市政府。卫生部表示，这份调查报告嘛会放伫咧网络完整公开。那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目前是按快修法草案已经送到立法院，嘛希望调研立委会当针对修法提意见出来沟通讨论。记者卢尚如、张春游台北报道。原来国民党是发动7月25凯岛大游行，台北市长周万安是接受专访，讲有人甲讲到岛国的问题，希望发动岛国互岛英台来落台负责。也大量市议会昨是针对伊的问题，这压力双方夹牌啊是一句来一句去。
也标记双方你来我去，台中市议会2次会议，即会场拿了的针对问题有议题发生冲突。会议约5分钟，议长张清照就宣布休困。经过政党协商了后，议会成立专案小组进行问题有事件调查。台北市长周万安接受专访时透露，最近有不少国民党立委私底下向伊提起多个议题。我的态度，我认为各方应该要充分讨论之后来认真思考，因为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在野有一致的立场，我是乐观其成。透过这样的方式，让阁揆下台，对这次毒瘤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充分讨论后才会行动倒阁，燕秀也绝对认同跟支持，在野党也需要凝聚共识。根据宪法征求条文，多个条件全体立委1/3以上人数对阁揆提出无信任案，经过全体立委2/2以上赞成，行政院长爱伫10日来辞职，搁同时澄清总统解散国会。换过来，若无得到通过，1年来袂当对同一位行政院长搁提无信任案。周万安也表示，多个甲国会解散60日来中选，上近9月上半10月，对年底选举甲立委总统选举的脱稿影响真大，需要认真思考。另外，民进党团干事长曾水祥顶伫即期725是安上开刀动作通往2028总统大选的新天台，周万安搁一次回呛：20万人站上凯道，发出不满和愤怒。我想。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食安，只有民进党政府在想着选举，在想着如何巩固自己的政权。国民党如果如同他在街头宣称的食安是最重要的事情的话，那就一起赶快好好的坐下来修法。民进党立委钟嘉宾也强调，食安并不是一回了后就煞去，在野党就继续要求中央负责，中央也推出新食安法修法，这才是上重要的，呼吁朝野要赶紧审法案。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气象署今日是针对全台湾9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华东地区高温32度，西北部宜兰高温是33至35度，桃园以北中南部较无刮海所在，可能会升到36度。咱来看温度。今日台湾各地拢是多云好天，过昼可能会落雷公雨，尤其是西北部、宜兰、花莲的山区，雨可能会落甲真大阵。也轻度风台、北海低，目前伫咧关岛的东平，离咱也阁真远，对咱台湾也无影响。刚看电话消息，在彰化有民众骑机车中途煞去讲撞到20-30只的龙洞狗，就惊去狗叫赶紧骑走。这动物处嘛表示讲，对2024年年底呢，已经抓到65只狗仔，嘛呼吁民众莫搁乌白饲狗仔，避免这狗仔结亡结党，影响到安全。民众骑机车经过彰化县埔心乡的原路路，拄到路边一大阵的龙洞狗，算的有20-30只。想袂到这阵狗仔熊开始吠，甚至佫解虐，民众惊一跳，赶紧随油门骑走。附近民众就讲，有真侪龙洞狗伫遮乱扫，定不时就发生狗仔虐人的意外。骑对只等于就只狗刚才要讲加，算阮某会惊，惊熊人停的，人唔敢来加。彰化埔心7月初才发生民众要去公园运动，互狗仔掠甲跋倒受伤的意外。即阵伫路的佫出现规阵的龙洞狗，互附近民众真困扰。动保团体表示，若拄到1-2只狗仔，可能也有机会甲狗仔吓惊走。若是规阵的龙洞狗掠人，可能就真正较危险。如果是复数只，当他去追的时候，他就认为你可能是威胁或是玩具出现在面前，他就是追，大概率是逃不掉的。靠虚张声势，手举高或是假装要捡石头拿东西，这样可能还有一半机会。有关埔心乡游荡犬追车的现象，动防所会派人到现场去了解。如果是流浪狗的部分，会请埔心乡公所清洁队去捕捉。彰化东风所表示，有民众登记伫园林、埔心这搭饲狗仔，所以狗仔会伫遮生hoạt。为2024年年底到今，已经抓到65只的龙洞狗，会搁去现场了解状况，嘛呼吁民众莫凊彩饲流浪狗，避免狗仔自集流浪，影响交通安全，嘛会有环境卫生的顾虑。记者杨淑成彰化报道。今伫咧台南这几天是出现一只台湾狗，四界咧走来走去，哪像是有人咧甲饲，毋若走去徛街，佫会头慢过子，甚至于走去庙里食人拜拜物件。路桥嘛，呼吁民众若是有看到，来赶紧通报。
有民众咧徛去1楼，向看到台湾猴爬去对面的住户2、3楼，一路爬去厝顶，就是这只猴已经掠10天啊。在地民众讲，20透早6点，有咧麻豆正港里这边出现，偷食巴拉了后佫无去，伊之前就捌出现过。最近伊咧台南生活，赶电麻豆一行政区乌白走，那伫社区出现，嘛走去乡内甲人乌白班过记者，互当地心惊惊。啊，伊就连了爬去哩3楼顶，你伫下骹你较有法度伊，你嘛是爱搁回落来。回落来你才有法度啦，当然你也着。台湾狗扰乱的行为唔係安尼，前几天嘛去调阴时偷食庙内贡品，甚至佮爬去真高楼糟蹋。面对这只狗，居民大家分工合作，有人咧注定看狗的动向，嘛有热心的民众到猎兼通报农业局，农业局回应，这只狗山啊怀疑哪像是有人饲过，完全袂惊人。伊就安尼去来食的，啊我赶我去食这个，又走遐走，伊就到楼顶，我有看，啊人去抓。底下迄拢用迄个麻醉枪嘛吼，啊来这规波嘛着袂中。我伫楼顶看着，看伊的情形啊，因伫咧猎的人，我甲我讲，啊你看伊走，这一直走，大家一直走啊。那我们在追捕过程当中，那他只要看到兽医师啊，就秒杀秒逃了哈。农业局指出，相关人员逐工掠上无5、6点钟，到单也是无违法。目前农业局已经咧调因时设红外线的人来登，嘛呼吁民众若有看到台湾狗的形影，紧通报农业局派专人来掠。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搁再来看家己的伫家营养要大出，毋过台湾狗甲山猪仔煞定定遭人迫害，造成损失。农民是放炮啊，试用各种的办法，也是无因的法，嘛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提出办法来解决。各农摕炮仔来放，要来迄间山内下落来偷食水果的台湾狗，家己阮伫家金西社区，即马当是宁静修行的时间。毋过社区内底煞四界拢是炮仔声，在地村长就讲，会安尼的原因，拢是因为农民要保护修行，莫互台湾狗食去。有一间电线，有一间土骹，讲算算的30几只，这越来越猖獗啦。算讲本来安尼固定性的大炮有效，即马几乎差不多拢无效啊。有当时我会使是5点啦，伊就来遮里摇啊。11点外，有当时5点外，暗时5点外啊。为着要保护家己的修行，各农找各种办法，用炮仔棒、烧柴来粉，开指导会发出爆炸声音的机器，甚至是规工翁仔某轮流来顾，也是无法度解决问题。农民就讲，除了台湾狗以外，即马有当时还有山猪会出现，嘛对因的果子园造成损失。我庄稼好安尼吼，我事莫讲，爱甲质量爱15000块啦，啊我连我买只电池都16000啊若加只加数。嘛少2万，16000块啦。中昼时啊，我讲因咧若正经伫遐顾，拢换班的，因无休困的。中昼时啊，等于食饭嘛，佫一日来换了。村长表示，虽然政府有教使用电网的防治方法，不过山区近的所在线，有的地形佫是粗的，设置电网对因来讲无符合需求，也是望相关单位会当提出更加好的办法，互因规年烫天的辛苦，莫因为野生动物危害来乌有去。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日本小说家西野圭吾大肠癌68过身，伊写作超过40年，超过100部作品，全球的销量超过1亿册。再来是《联合报》，你看伊审查无人载具采购条例调野14个版本，讨论8点钟完成初审，不过无一条条文达成共识，13案保留，送交议会等党团协商。再来是《自由时报》，中东的战事，美国甲伊朗已经连续3日无搁再发动攻击，卡达加在巴基斯坦出面，讲已经有大进展，有机会搁再达成停火协议。那讲到中东战事咧乱，即马乌克兰也出来斗一卡，用无人机来攻击对罗西亚送武器到伊朗的船只。这伊朗嘛指控讲乌克兰要拍着商船，造成一死一伤，呛声讲要反击。乌克兰当天无人机攻击伊朗船只地区是伫地图正面里海海峡，时间是当地7月25透早。乌克兰方面讲，互咱攻击的是为罗西亚开往伊朗的货轮，载运无人机甲飞弹零件。
不过伊朗反驳指出，互人攻击的是民用商船，当时乌克兰的空袭造成船员一死一伤。对这代志，伊朗外交部除了调遣乌克兰驻伊朗代办，表达强烈的抗议以外，佫放调要做出反击。俄乌战争开战以来，伊朗的见证者136型自杀式无人机，互罗西亚引进了后改良做天竺葵2型，随后佫家己研发出喷射动力的天竺葵4型，伫空袭乌克兰的时阵，配合国型飞弹大量运用。当时乌克兰原来指出，伊朗、美国甲波斯湾邻国的冲突，罗西亚提供侦察卫星资料给伊朗，协助伊朗作战。对这代志，伊朗是颠倒讲乌克兰是代替以色列出手，想要甲更加侪国家卷入俄乌战争。乌克兰方面的讲法，除了强调罗西亚甲伊朗的合作，各单方面提出罗方向北韩要求派兵支援的讲法。Росія хоче отримати ще 30 тисяч військових з Північної Кореї. Вже з червня готуються у Воронізькій області, щоб їх прийняти. Також Північна Корея готується передати Росії нові пускові установки для балістичних ракет. 共款引起外交冲突的还有罗西亚连续几个月对乌克兰港口都市敖德萨的空袭，除了造成能源港口设施甲船只的损害，嘛发生无人机偏离航道，走入去邻国罗马尼亚的事件。为日是，也就是顶礼拜5到26礼拜连续3天，各有一台无人机走入去罗马尼亚的领空，伫无人的郊区甲乌海天顶，由俄国空军战机甲拍落来。罗马尼亚除了由外交部调遣陆方的大使抗议，总统达恩嘛强调这件代志，互人无法度用稳。公司新闻请家人编译。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7月27日发表国情咨文，首都马尼拉真侪城市民间团体是发动抗议行动。大店的民间团体行就街头，要求政府爱提高施政透明，打击贪污，检讨经济政策。讲一讲这，唔那司法部大门外口发生爆炸，连参议院附近也向放炸弹，意外是不断。咱看美国西岸西雅图美食节，这现场煞雄听到枪声，造成上无3、4、5伤。警察是当场抓到一个人，也另外一个去走去。警方表示讲，事当时敢若是这2个人互相咧开枪，也唔知影详细原因。Plaque that says 100K. Shooting. Oh. Oh shit! Right here. Get dow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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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伫美国西雅图7月26日是美食节活动最后一天，原底应该是轻松的场合，也毋过要暗仔差不多6点左右，现场煞传出10外声的枪声，真侪好惊到的民众赶紧离开现场，也有人入去到附近的地标太空尖塔内部避难。I looked to my left. I saw at least one individual with a switch, semi-automatic. I saw another one that was 2. That's when I heard over that those shots fired. That's when I took off around the corner. 这场枪案上无有3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伤者当中佫包括一个2岁幼囡仔。警方表示，一个枪手有随互人抓起来，另外一个也未抓到。Gunshots were heard. We had officers in the area, in the immediate area when these gunshots went off. Officers responded and addressed one of the shooters. That person gave up and was taken into custody. There was another person that we believe that was also involved that fled the scene.And officers began an active search for that person. 警方指出，2个枪手若像是背枪互相弹，也毋过因的关系，也佫有背枪的原因，目前还佫咧调查。西雅图市长威尔森伫社群媒体答问，讲这个案件是互人毋敢相信的悲剧，也是真恐怖的暴力行为。西雅图甲华盛顿州相关的国会议员也答问谴责凶手，而且表示甲罹难者家属徛做伙。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搁再来看，印度的国家考试是小连续标出题目流出去，作弊歹代，引起加州人民党行街路来抗议，要逼印度的这教育部长落台。印度总理莫迪也紧急来宣布成立专案小组，要推动考试的制度改革。将这少年学生课本新德里街路因蓝国旗唱抗议歌曲，这场由加州人民党发起的示威背后原因，就是今年5月印度医学系入学考试爆发严重的试题外泄事件。这个建校大和200万名考生的努力用乌有去，甚至有学生因为压力伤过大竞争，愤怒的少年人行起街路，爱政府缓解交代。This is the first time a peaceful protest that was carried by youth of India. The Gen Zs have made the voice heard.
学生向导加创意创办发声，展现Z世代团结。面对这么大压力，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最後選擇清洗露台。And it's truly historic what's happening. The resignation has happened. This has never happened before. This is the crowd. This is what the unity can do. So I'm here for that. 看抗议欠权，印度總理莫迪也破格親身出面，宣布會出手改革考試制度。हमारी परीक्षा पद्धति विश्वस्त हो, हमारी परीक्षा पद्धति ट्रांसपेरेंट हो, हमारी परीक्षा पद्धति में सबसे ज्यादा अब टेक्नोलॉजी का उपयोग हो।政府答應嚴聽作弊，撤銷對示威者的起訴，佮賠償受害者家屬了後，加沙人民黨宣布結束抗爭。經過幾個禮拜青年運動，無奈換來制度改革程度，佮予一向強勢印度政府看到少年世代力量。公視新聞是派選朋友。國際上嘅大代誌，做伙來看世界。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科學船出現喺台灣東海峽，講是咧做漁業調查。媒體報道講，有發現每一個嘅軍機喺咧伊頂懸咧飛。日本也出動巡艦監視。日本東京23區統計今年嘅熱天已經有66個人因為釣沙死亡。也喺咧烏伊塔縣昨下晡時出現40度嘅高溫，也是九州氣象史上頭一屆測到40度。韓國少女中央電影法院認定講，韓國嘅前總統尹錫悅喺2002年總統嘅大選期間，發布跟前法師相關嘅假消息，違反選舉法，1審甲判18個月，假罪3年。繼續來看，咱台灣甲立陶宛自早有咧往來，不過雙方嘅經濟合作談判6月時說，因為因嘅政府改組有先暫停。即話新政府就任嘛強調講，咱雙方已經拍算要重新談判，對台灣嘅立場未改變。總統賴清德親自頒授大受敬上勳章，表彰日本台灣友好議員聯盟會長古貴司深化台日關係的貢獻，也表示期待未來台日繼續聯手合作，為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和繁榮做出更加多貢獻。無論國際局勢如何變化，台日永遠是彼此最溫暖的依靠，最堅實的夥伴。台灣和日本將繼續攜手合作，促進彼此的繁榮和進步。也為印太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做出更多的貢獻。古貴司今年4月因為幾日拜訪台予中國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加沒收佇中國的私人財產。不過伊講制裁對伊來講攏無影響，唔驚中國制裁，佢一擺表示挺台立場。理由は再三の警告にもかかわらず、台灣を頻繁に訪問しているとのことですが、中國は台灣とは一つの中国と主張しており、完全に論理矛盾しています。そして私は中国には一切の財産は所有していませんし、また中国訪問も予定していないので、何の影響もありません。深化甲民主伙伴聯手合作，台灣甲立陶宛經濟合作談判6月因為立陶宛政府改組來暫緩。隨新政府就任，立陶宛外交部透露，已經甲台灣重啟經濟合作談判，佢表示立陶宛對台政策立場維持不變。台立雙方目前持續就經濟合作行動計劃進行磋商。我國政府重申，與立國政府攜手深化兩國經貿合作的決心不變。咱國外交部表示，台灣甲立陶宛是共享民主自由理念價值的同伴，咱國會繼續推動深化甲立陶宛各領域實質合作，以共同強化兩國民主經濟進程。記者綜合報道。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講中國有咧打造咱台灣總統府，佮其他主要政府單位來做目標，甚至佮蘇澳軍港的等等的模型來實際演練。這種場面攏是英國唔捌有的。咱廣播是強調講，中國一切行動，咱攏有詳細掌握。國內相關政治權力中心甲核心代表的總統府就變為暗改比攏正嚴，暗過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中國打造台灣總統府外交部等最後政府建築新指示，蘇澳軍港青山港機場等比例模型，要互強軍地必經情景下演練環台，規模加針對性逐步建立。在我們情報徵收的範圍裡面啊，都有非常完整的掌握。
那么料敌从宽，针对敌人所有的可能的犯台行动，来研拟我们适当的应变措施。空军除了复原大出咱特定设施利用无人机照台的行为，这几年佫较济。不过根据审计部报告指出，空军委托中科院建立固定式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侦测甲干扰频段无包含中国这几年推出5.1赫兹新机型，也质疑干扰为采导航范围落到中国8到3毫部分频段。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个部分，然后让我们在反制的这个作为上面真正有这样的实力。包含这个国防创新小组，我们的更新速度跟我们的标案的这些需求，都必须要快速更新。国防部回应中科院运用系统更新方式，将相关装备频段加入去，也解说 S 频段。在北岛的运用中，主要是用在地形手法，目前不是无人机主要使用频段。国防部就是要采购到我们的我们要求的事项啊。那在这一点，如果说没有通过这一点，那么你们去通过其他的这些相关的产业发展的事项，没有办法符合我们提出这一次的特别条例的一个基本的宗旨嘛。立法院日前联席审查包含行政甲调遐提出来14个版本的无人载具采购条例，经济部承认，若照在遐版本，经济部是主管机关，经济部真派回国防部决定采购的机型。调遐伫名字目的主管机关有全面列顶拢无共识。独立民进党立委张嘉宾版本认定时间审查，其他13案内容全部保留送出委员会进入党团协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空军航天专案 F-16AB 的机型升级做 F-16V 独立出资，开发这先进的次系统，咱是有投资103亿的本钱。正因为有其他国家加美国来签约战机升级，咱这合约是当摕到权利金的补偿，差不多是大约79亿。接到命令紧急上空 F-16V 布拉克利空根据展现真好性能，不过 F-16V 唔少互台海空桥，更加互台湾大量回收权金。主要原因是空军进前办理 F-16AB 型战机性能提升案，也就是 F-16V 布拉克利空，因为独立出钱参与关键先进出系统研发，伊又会当向其他采购这个系统的国家收研发摊费补偿。迄当时咱国投资大约3.19亿美金，大约新台币103.7亿的研发本金。根据审计署中决算审核报告指出，目前美国方面已经半份，也是当咧审查中的研发摊费补偿累计达到79.3亿新台币。以凤展案，也就是 F-16Block 20这个案子，它本身的回馈的上限呢是3.19亿美金，研发的经费分摊。回到我们国内的大概已经到2.45亿美金左右。因为研发补偿金存在时间差，加上跨国军售的期程真长，空军强调会将这笔对小案列作重点管制项目专家分析。因为高代战机像 F-35单价悬，加上维保成本也无低，4.5台 F-16V 战机颠倒更较有性价比，加上未来有机会转手回收。五代机的这个采购跟实际的这个我们讲妥善率的状况啊，第一个是高单价 ，F-16V 实际上未来应该是有机会把摊费拿回来。除了 F-16V 权利金受到关注，咱国向美国买的全新 F-16V Block 7款，头一架战机预计上紧伫9月底正式飞来台湾。军方已经向美国提出非现金损失的补偿。另外，审计部报告同款也关注空军 AT-3教练机，这几年使用率降低，也过维修预算预算达到37亿，要求空军检讨。国防部长郭立雄回应，审计部检讨的是去年的状况。AT-3今年7月开始一步一步态度了后，相关费用都会降低。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最近调查有查到淡江大学、东海大学迄落期间办中国交流搭到红线，所以拢靠30万的补助款。针对这国台办最近要一个台青移加的网站，这陆委会是表示讲，这明拄明就是统战平台要收你的个人资料。暑假期间，为咗大学安排2项学术交流活动，不过教育部即阵查到，淡江大学甲东海大学去中国交流搭到红线，所以分别扣减30万种补助款。国讲还有其他的私立大学违规案等伫调查。
我们还是305声，然后提醒各校在暑假期间附录交流，还是要配合政府的相关规定。我们在过程中也都跟教育部来保持密切的沟通。根据了解，中港大学是因为教育活动违反对等尊严原则，但是大学是协助公告中国活动无照规定订立。对这件代志，两校回应会检讨行政流程，强化审查去中国的交流案。不过当时阳明交大团报所也有争议，并且捌入选中国教育部中共学者的香港教授魏延，也有现任中国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郭良文担任教师评审委员会的委员跟主席。教评会的这一个成员的一个组成是真的有瑕疵的，他应该这一个改善。那高教师也已经在做全面的一个了解。阳明交大表示，两人任期拢到7月底开会审议的时阵无利害关系，未来牵涉到中国任职还是学术合作，会照两项法规进行处理。中国通讯手法一直变，各大办进前推出台青移加网站，锁定台湾青年讲合作去中国求学实习加就业这个资讯，各设置生活指南加台青经验谈专区。以青年的失业率来讲，还有以工作的这个条件跟环境来讲，台湾都比中国大陆好太多了哦，没有必要打肿脸充胖子，硬是要用这种服务台青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要来遂行他统战的目的，或者是要收集我们年轻朋友的个资哦，把个人的完整的资料，然后来提供给中共来去做利用的话，这些都应该要去谨慎的去评估个资外泄的一个风险。事件台青移加是统战平台，而且有可能收集个资。刘委会嘛指出，年底9合1选举伫要到啊，一定中国会以更较侪经济利益，也是针对特定族群等诱因，想要求台湾民众会持续密切掌握相关的情况。记者采访报道。今年考大学分科7检是有考生违规挂智慧目镜，大考中心认定讲这已经危害到考试公平，事关重大，嘛决定要取消这个考生全部的考试资格，也把这挂智慧目镜列作重大违规，只要早来考试场迄科都袂甲你算分数。帮我辨识眼前的文字。前的这张纸上显示的是 Motorola 品牌的一些产品信息。配挂智慧型目镜会当使用基本功能，要求辨认看到的物件。今年大学分科头一届有学生囡仔配挂智慧型目镜考试，经过检查发现目镜孔有电源开关功能钮。作弊其实也不无可能。过程当中，不管是说用语音的方式，或者是说用实体按键的方式去触控操作，其实都会让使用过程当中就是很难不被察觉。专家分析，目前市面上智慧型目镜外观甲一般塑胶孔的目镜差不多，拢有语音甲手势查资讯、翕录影甲分享，也有即时翻译功能。近看一旦看到电源等功能钮，若是启动录影，也是翕相，也会死一个。那挂入考试场使用，真紧互人发现。今年大学分科测验头一届启用电子加金属探测相关措施，都查到学生囡仔使用智慧型目镜。大考中心27审议违规案件，对这个违规挂智慧型目镜的考生，伫物理、化学拢有使用。下晡考试也是要求把目镜摕回来参加考试，所以决议取消考试资格。还给他，他还要佩戴。所以这里面都涉及到一而再再而三，有使用 AI 眼镜，委员们共同决议，这个考生呢就取消他的考试资格。大考中心指出，未来智慧型目镜的功能一定会更加多元，委员拢决议应该加列做防止偷食部上界重要的物件。116项年违规处理办法，加智慧型目镜单独列出来，考生拿配挂还是随身带智慧型目镜，无论是毋是有使用，拢当作舞弊，即节都无算分。记者交出来，还是配合查验，取消考试资格。记者综合报道。电话消息来看，台湾老牌塑胶原料厂大本公司是连续4年，这公司拢无趁钱，也宣布林园厂10月初开始全面停止生产，强调会照这劳基法来安排员工。劳工局是表示讲，目前是也无接到大量裁员的通报，嘛会继续来关心后续进展。本公司自115年10月1日起停止苯乙烯厂生产作业。因为被砍了4年了24亿外，大本公司顶礼拜5开记者会宣布，要停产塑胶原料苯乙烯。对10月初1起，大本的高雄林园厂要全面停产，保留资金进行公司的转型。虽望大本公司伫记者会讲会好好安置员工，不过员工听到可能会无头路，拢开始烦恼日子要安怎过，只好拜托议员斗3工替因争取权益。以目前7月底的往前追溯这6个月，并没有涵盖到过年，
石化厂很多加班费的计算，所以平均薪资呢相对来说拉得比较低。规个厂区内底4家拢是店自治，大部分林园厂有将近150几个员工，大家拢唔望头路会当保掉咧。若正经无法的，资遣费嘛爱较悬咧。而且下晡劳工局也来到厂区，甲大本以及工会代表开会了解状况。劳工局表示，目前无接到大量裁员的通知，会注意代志的发展，保障劳工的权益。劳工局除将主动协助劳资双方充分协商建立共识外，亦将密切督促事业单位善尽雇主责任。如查有损及劳工依法应有的权利或衍生公安风险，将依法从重裁处。整个台湾的产业不能只靠科技一个产业来维持啊。那其他的百工百业这样凋零这个也是一个国安问题。受到国际全球介绍起中国塑胶原料下架竞争的影响，而且已经有信昌化工林园厂大量裁员，即摆大部分林园厂嘛要关起来。理事长讲，后续听讲也够久，希望政府会当重视化工产业面临的困境，找出改善的方式。记者柯家族柯超阳高雄场报道。劳动部召开上届工资审议会，讨论今年调薪水29000块对产业界各有劳工的影响。也明年敢要搁继续调，有机会超过3万块咧。这劳动部嘛表示讲，爱等9月正式审议。2026年上届工资月级调整到29500块，敢有机会伫2027年突破3万，真受关注。劳动部日前召开上届工资审议会甲咨询会联席会议，由委员汇报各项关键经济指标，搁检视了解2026年上届工资调起了后对失业率、物价水准、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等指标的影响。今年1月1号调整最低工资3.18，对于这个经常性薪资的平均薪资是有正面的帮助，正面的影响。那可是对于失业率，还有 CPI 就物价上涨率，还有时薪制的青年劳工的薪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后一年度的上届薪资具体调整幅度有偌济？劳动部强调，目前只是交换意见，委员也无特别提出讨论，9月才会正式升级。偏过50年的数据来看，除了2021年了后新冠疫情冲击加地缘效应，调幅只有0.84%，其他当年调整幅度拢有3%至5%。特别是台湾这几年的这个景气的这个大好经济成长，其实成果其实是非常的这个亮眼。它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长期以来资方团体说调整基本工资或者是调整最低工资会造成失业上升或者是经济衰退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从来都没有发生。国发会日前也公布6月景气电号，代表加价的红灯继续发光。2026年台湾经济成长率更加是预估会当达到10.38%。也毋过资方表示，敢若以景气作为指标，恐惊无够严格。不是所有的产业都是这个成长那么高的那你说像这些传产中小微企业还是不是那么理想。有参与这摆咨询会联席会议的代表透露，台湾经济成长外靠出口，应该统计无同行业的出口产值，放入经济成长率数据做细部分析。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卫生局打造全台湾头一座儿童长照单位，动物之家提供哮喘服务、紧急安置，还有急性照护等服务。自去年起营运到今，嘛已经守护17个对1个月大到7岁大的囡仔。这就是台北市联合病院妇幼园区的儿童短小型长照机构，动物之家也是全台第一个儿童长照机构。若有严重脑伤等适龄重症囡仔，有短期休困或者是长期大的照护需求的时阵，就应将这当作中间站，透过医师、护理师、职能治疗师等跨团队整合照护，协助囡仔等家庭甲社区生活。不管是儿童的需求，那医学的进展，还有一个疾病康复赋能的观点里面，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做法，那提出了这个儿童专属的一个长照机构。
卫生局表示，执行儿童长照机构有3大进步，包含收治儿童急性后期照护，在病情稳定了后，详细提供3个月大的照护。在这期间，会协助囡仔积极复健护龄，帮助囡仔顺利衔接居家照护，也因互长照失灵同情囡仔家庭有暂时休困服务。另外，也承接紧急安置的绩效，布起社会安全网的空棚。最终，我们希望他能回到家庭，回到社区。所以，我们不只是照顾孩子，好，我们还要教家长怎么样去照顾孩子，甚至照顾他自己。医师强调，囡仔甲大人上大不同，在囡仔是伫快速成长甲发展阶段，爱向囡仔成长做重心，陪伴家长有照顾囡仔，也有照顾家己，互家庭能够站起来。去年市幸运甲即马已经守护17个年岁为1个月到7岁囡仔，按算今年下半年有19床会全面开放，服务更较侪适龄同情的囡仔。记者综合报道。目前，伫咱全台湾是有超过3万个唐氏症的家庭，唐氏症基金会嘛推出绘本中秋公益礼盒，希望会当互更较侪人了解唐氏症，嘛希望社会大众共同用行动来支持，陪唐氏症囡仔做伙大汉。空中五彩羽毛，那亲像咱台湾的社会。这部 AI 动画是对原创绘本画光卡，咱做伙大汉衍生出来。创作的灵感是来自唐氏症囡仔所画的图。唐氏症基金会希望透过故事，让更较侪人明白理解唐氏症。因为孔雀伊的迄个羽毛哦，其足水的，啊，作为迄个多元的，啊，其就代表讲，其咱即个社会足多元的，其汤宝宝吼，伊嘛是咱社会迄个一份子了。啊，希望大家看绘本哦，爱来了解咱的囡仔康家合作，啊，因的生活其实会改善一个家庭啊。这个原创的绘本，唔那出动画，也是今年唐氏症基金会中秋月饼礼盒的包装。虽然要讲有2个月才是中秋，不过基金会表示，当年卖中秋公益礼盒赚的钱，是基金会重要的经费来源。每一盒拢是唐氏症员工亲手包装的，也是因建立自信的来源。基金会就是这个弱势家庭重要的靠山。在我们怀孕的时候，知道云彤可能会有一些状况。我们得到的就是基金会的电话。于彤她今年20岁了，她总共有捐了4次头发。那我们就是希望用这种爱的力量去散播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根据统计，今麦台湾有大约3万外的唐氏症的家庭。基金会表示，今麦因地全台有80外个服务的地点，无分年纪提供全龄化的服务，服务5000外的唐氏症的家庭。基金会将社会大众甲企业用行动来甲因支持，也互基金会的服务会当一直延续落去。记者郭佑基、杨志光台北报道。7月28日，也就是今仔日，就是世界肝炎节。目前伫咱台湾B型肝炎的诊断率是无到7成，治疗率也敢若3成5。医疗界是或政府应该制定国家政策，拍拼来改善，让台湾会当伫2030年进前达成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人讲肝病是国病，主要是因为台湾 B 型肝炎、C 型肝炎的流行率真悬。但是去年底，台湾已经提早5冬完成世界卫生组织要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标。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拜一有立委甲医界的团体，呼吁政府刷落来，要积极提出消除 B 型肝炎的计划，针对 B 型肝炎制定国家级的政策。到即马为止，那也阁有差不多180万人左右，也阁受到这 B 型肝炎的一个困扰。按政府会当成立这个 B 型肝炎消毒的这个办公室，编列这个专款来专门来做这个 B 型肝炎的这个筛检。立委王正旭表示，根据统计，目前台湾 B 型肝炎的诊断率不到7成，治疗率也敢若35%。学者指出 ，B 型肝炎是一种需要长期追踪治疗的慢性病，建议政府会当透过 AI 科技建立一个慢性肝病的健康照顾网。如果有 AI 的帮忙，就可以做所谓的这个智慧性的这样的一个照护，那么可以让这一些管理呢民众的警戒心提高，早日呢进入我们的医疗照护系统。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表示，台湾对1986年开始是全世界头一个替红眼注 B 型肝炎疫苗的国家，佮加上已经有成功消毒 C 型肝炎的经验。
希望政府会当更较积极来推动 B 型肝炎的消毒，伫2030年进前达成世界卫生组织所定的目标。记者古玉记王志光台北报道。伫咧新加坡有一个救螃专家，伊是用生态保育角度，无用太汤这方式，专门咧替人耍螃收。伫咧最近这2年，伊平均每一年都要处理900收，也希望会当甲这个工作拍做纪录片，宣传保育观念。这个螃收藏伫新加坡人家厝银钱的天幕顶，救螃的高人蔡玉贤成品演改警示，才甲螃收挂开摕出来。安尼做的目的是要避免对蜜蜂造成伤害。This is the biggest bee nest I have ever seen in my life, and we are going to rescue them. Look at that. 蜜蜂做收的地点是无奇不有，因会当伫个树身发展出这种水果式的大螃收，嘛会当伫个人家厝的吊顶下骹做收，甚至走去飞机的引擎顶悬生炭。伫影响到人类的生活时，一般的人上直接的想法就是用杀虫剂甲除掉。不过蔡玉贤讲，安尼其实是咧扼杀生态发展，甚至影响到粮食作物。70% of our lowland rainforest is bee pollinated. 30% of our food crop, even stuff like cabbages, mangoes, are all bee pollinated. Without bees, there will be much less fruit or much more expensive fruit because there's lack of fruit in the world. 为着保护蜜蜂，蔡玉贤6年来平均每当以人道的方式，移除上百个蜂收，总计解救上600万只蜂。不过有一届伊袂记咧情况，互伊就把安全锁啊徛伫大楼的窗仔顶做工课，雄雄起一大阵蜂围攻。I had to really spend a good 30 seconds or something undoing it before escaping. But by then I got stung 100 times, I think. I think like 50 times on my head alone. So I was really beat up. My face looked like. 这个爱蜂的人讲，迄真正是一届难忘的经验，互伊深深感觉千万唔通看轻大自然的力量。蔡玉贤甲这个救蜂的影片铺上网，请真侪人看。伊嘛希望透过这个方式，甲保育的理念传出去，而且伊的梦想嘛唔那伫新加坡尔，伊计划到世界各地。有蜜蜂的所在拍纪录片，互世界的人了解蜜蜂的可贵，找出人甲蜜蜂会当和谐共存的方法。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世界遗产蒙古游牧民族传统的歌唱艺术口味，伊是用呐发声来唱歌。自古以来，也是蒙古人甲神沟通的一种方式。即马是有艺术家用这所谓背带来推广，嘛希望这项传统的歌唱艺术唔通失落去，会让代代流传。古老的马头琴斗伴奏。这个为拿后发出来真高的唱调声哨，就是蒙古传统的呼麦唱调。伫咧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真出名呼麦艺术大师旺契格穿传统的服装，伫咧呼麦，观众真斟酌听，伫咧独特甲和谐共鸣当中，感受对天地尊敬。өөрөөсгүй ингээд гоё. Монголын удам талнардаг. Одоо цэлгэр удам талнардаг. Тэгээд дээрээс нь өндөр зас таархад тий байгалийн дүрслэл харагддаг гэж хэлж байна. 自古以来，大漠游牧民族为作战、祭拜到日常生活，拢存在这款用唱的音乐，嘛是迄时人甲大自然对话灵性语言。毋过这款神秘的声哨到底是安怎发出来的？旺契格亲身解说。Дараагийнх нь болохоор ингээд хилэн тавьж ингээд эсгэрээ тийм техник гэж хэлдэг. Эсгэрээ төрөл нь болохоор旺契格是甲呼麦推杀去国际灵魂人物，伊甲传统的束缚透开，用社群平台宣传呼麦。除了结合现代音乐，还有乐团，嘛变作是电动电影的配乐。旺契格演唱的作品，特别收伫咧影片《马可波罗》的原声大顶头。Одоо энэ хүмүүөөрөө юм маш юм харизмтай өвмөц урлаг учраас тэр хөгжмийн зохиолч нар гадныханд тэр одоо дуу дууралт маш их таалагддаг. Тэгээд тэр нь тэр тоглоомныхаа саундтракт айгүйх гоё. 旺契格除了甲呼麦融合入去，即马流行的电影、电视，还有音乐界，嘛甲即个影响力转化做传承的动力。带领伊的子弟兵落去庄卡指导学生，互少年人会当传承这项古老的音乐艺术。За тэгээд ер нь бол яг нэг үеийн бодвол залуучууд маш их сонирхдаг болсон. Гэхдээ хангалттай биш. Мэдрээ бол маш их зүйлийг хийх хэрэгтэй.
улам их түгээн дэлгэрүүлэх ёстой. Тэр утгаараа одоо ингээд манай хамтлагийн залуучууд бүгдээрээ багшилдаг. 为草埔顶头的代代相传，到所谓时代传奇世界，豪迈这个古老的艺术，在往期个也有新的艺术家手头，找到新的生命力、甲新舞台。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下晡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至36度。 中部地区25度至35度，南部地区25度至35度，东部地区26度至33度，外岛地区25度至31度。各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安。那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